华副总统赖清德8月要去巴拉圭访问，期间卖过境美国，这嘛引起中国的抗议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讲，赖清德会依照惯例过境美国，嘛强调讲中国无理由乌白使人，美国会来维护台海和平。另外，前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到台海的议题时，伊所批评讲台湾真巧，甲美国半导体势头拢抢走，早就应该阻止了。当世界局势有变化的时候，台湾才有机会把危机当作是一个转机。参访科技公司副总统赖清德发声，要将危机转做转机。赖清德8月中会出访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参加总统就职典礼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，赖清德会依顺往例过境美国。中国外交部对此表达坚决反对，会提出严正交涉。关于相关的行程的安排呢，实际上都是已经行之有年，我们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安排。This is very routine, given the distances traveled, to have a transit point.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 PRC to use this transit as a pretext for provocative action. We are committed to preserving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Taiwan Strait. It's critical to regional and, for that matter, global security. 布林肯指出，台湾副总统过去已经过境美国10摆，赖清德任内这是第2摆，中国无理由就有机会假输。因为拄到台湾总统大选期间，国务院表示，美国努力地公平对台，未偏向特定参选人。另外，有意高竞争白宫大会的美国前总统川普，在访问到台海议题时，突然批评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工作。But remember this. Taiwan took, smart, brilliant, they took our business away. We should have stopped them. We should have taxed them. We should have tariffed them. 对川普的讲法，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台美双方在经贸产业上的合作，拢是真密切。对川普的相关意见，无任何评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